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1月1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65岁以上免缴健保费以及临场的津贴补助，因为6都当中只有台南市无编列，所以一直成为议员关心的焦点。上午无党籍议员林阳义就向市长建议，认为民众是怨无怨少。对此，市长回应，在财政会当负担的条件之下，照顾老大人甲邻长福利，市府会搁再检讨。今年3月，有议员林阳义爆料，有高些老师疑似性侵害查某学生，长达2档议案。虽然该名老师已经改评，嘛永远袂当搁担任。不过，议员上午总结顺徛伫预防角度，要求教育局督促学校，只要有征兆，一定要有所警觉，赶紧汇报，避免遗憾再次发生。对此，局长强硬表示，性平是无法度容忍，公开向老师挑战。学校内底有小可发现老师有即款倾向的，拢知影啦，唔免骗鬼啊！老师校长拢知影，就知影伊有即款倾向的，赶倒来调去北京啊！调北京，你伫北京安尼做啊？所以哦，你要甲校长开会，有即款倾向，叫校长回报互恁教育局，安尼较有法通掌控啊！该休困就休困，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啊！性平在台南就是零容忍，所以这个部分呢。事件发生绝对是加重处分，所以迄个老师呢，已经05月底啊，都已经解聘，而且通报到全国不是任的那个教师的网页哈，他永远不能再担任老师，这对大家来报告啊。行政的部分当然应该负责的，我拢会加重处分。那追根究底来讲，就是爱落实这个预防工作。所以家己这报告，阮整体拢已经做检讨，这个落实。因为这款家长听着拢袂当原谅啊。其实我跟预做报告哈，我正是一个局长的身份，我真的是向老师挑战了。他只要敢伸出咸猪手，我绝对不饶他。我想这是非常严肃的事。你敢会知啊？你唔免你嘛。所以我相关的校长爱来通报，对不对？这个基本上我是对老师开始哈，你得爱落实平时这个性平的教学了。所以这个部分哦，我有一系列迄个规划、迄个作为，老师都爱配合来做。我想大家都已经有共识啊啦。这次议员嘛针对选举期间，包括65岁老人免缴健保费以及临场的工作交通补助，目前6都拢只有咱台南无编列的议题，已经开始伫地方发觉甚至反弹。6都，人高雄。跳过台南、台中、台北、新北市，人65岁以上，即系长辈，健保费拢市政府吸收呀，拢市政府吸收呀。这种最新的资料，甲人台南搁咧人收这条钱，我今日是喊你探讨。我讲你也无一定会做，因为钱伫你的手。我有建议权，有算权伫你的手。65岁以上的健保6都拢无收啊，甲人台南咧人收。此刻检讨看安怎样会当来照顾到老大人。但是因空市代表中正高达已经26档的林阳义，目前以无党籍身份，嘛要求市长苏可前担县长陈东山发送老人年金的作为，互人笑脸。毕竟怨无怨少，积极向市长建言。台南新闻军志林根采访报道。台湾交流道塞车的问题已经造成真侪民怨。议员杨忠成上午建议市府会当建设正当的车道以及高架道路来改善交通。市府表示，各项工程拢牵涉到征收土地、甲都市计划变更。市府将会甲高速公路局会勘，找出上好的解决方案。议员杨忠成总一顺秀出永大路116期中华区用地，将规划标准溜冰场，互咱在地优秀的溜冰选手作为培训甲教育场地。不过，议员不满是对杨和珍摕下世界大学运动会5面金牌高单，结果拢无进度，互教练甲家长怨声四气。我所在教练甲选手的家长拢讲一句话：
恁这民意代表拢为好咱的，哈。杨和珍的世大运5金1铜的时候，我们市政府就答应要尽快来争取呀，要个到这样时，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啊。会当赶紧争取用那个体育署的补助，赶紧来甲这座标准的溜冰场来设立。好，有这么好的国手、优秀的选手，伫咱的所在，结果咱无一个像样的场地。另外，为了改善大湾高的入口塞车，一到上下班时间只就能等10分钟，才有法度将高速公路进行。议员姚忠成特别以实际回看的相片，建议爱正式正外的车道，参像炮校到大桥港区同款，增加正外的专用车道，也是延长匝道口的距离，道路地继续通顺。这个伫大湾路来到复兴路，要从交流道北上，哦。这个右转车道很急迫，来再下一张。你知啊，我若伫大湾要上高速公路，无超过10分钟以上，你无在地方去入到高速公路啊。啊，有代志你甲他急就急死啊啦。所以，我就是来要求我们市政府一定要想尽办法将这个匝道口延长。对此，市府会发布新闻稿表示，各项工程拢牵涉征收土地、都市计划变更等程序，后续相关局处卖甲各公局共同会勘来寻求最佳解决方案。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郑嘉欣以在地南关线的观点出发，争取成立消防第8大队，要求规划区域以外，嘛关心学生营养午餐的相关议题，希望增加补助，为一顿36块增加到45块。为了关心学生营养午餐，议员郑嘉欣嘛亲自到学校调查问学生的意见，结果部分学生反映竟然是伤歹食。上议员透过中日巡嘛直接向教育局发声，要求推动兼顾健康营养和美味的营养午餐。比如说一个学期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可以来问小朋友，然后透过跟小朋友的了解，他们认为就是也可以听听小朋友的一些声音，然后来搭配这个营养师，请营养师或者是说跟我们厂商来提出这些建议，怎么样来进步？因为有太多的反应，所以我才会针对这个提出来。厨艺基本上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针对厨师的部分，如何在菜肴的烹饪的技术呢能够改善？那这个部分我们不断在努力啊，所以我们会持续办。那希望能够让厨师的厨艺呢，透过专家的指导，能够煮得更好吃。那营养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有营养师把关，所以开出来菜单的营养。对学生来讲应该是足够。当然，学校营养午餐兼好食真主观，不过议员进一步质疑，咱一顿午餐才补助36块，是6都当中上低，所以要求敢会当将补助提高到45块。以目前6都营养午餐来补助来看的话，我们台南是最低的，是36块。那是不是有办法说，我们可以来提高这个营养午餐？可以把它增加到45块，跟桃园跟台中一样45块，因为我记得高雄好像是50，所以市长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营养午餐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编列一些增加预算。衡量我们自己的财力是跟这个状况，我觉得其实又要吃得好，又要吃得巧，又要营养兼顾，这个坦白讲，不仅是校方，连家长也是蛮伤脑筋的。因为我相信别的，像我们在营养的一个前提下，健康的前提下，尽量求美味的。身为南关线出身的议员郑嘉欣，会中以台湾府东门写歌、桂林林秀宫等3大庙，文化部已经列入文化资产传承加保存议案，嘛要求市府参考日本超人气的10大祭典，咱嘛当打造相关的祭典嘉年华来创造文化观光财。我们建教都是12年、14年一次嘛。那这中間是不是有點太浪費？是不是我們要想說，既然目前這3間廟宇都已經被納入文化資產的保存，那我們就應該要來想一些活動，怎麼來帶動、來活化
在地的民生。那我相信这个活动如果办下去，可以让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全部都有涵盖在里面。市长在他的政见当中也特别要我们把宗教民俗把它转化为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观光的一个资产。所以这个重要民俗活动，因为它是12档一遍，12档一遍，所以其实在这12年当中，我们要如何去推广传习这个部分是咱后续要做的。目前已经有做了纪录片的部分已经完成，文字记录的部分也完成，所以接落是讲传习，因为做侪顶头的部分要做传习，还有教育推广的工作，这都拄啊议员有讲过所以在这12年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推动一些活动来持续它的一个温度，那带动地方的繁荣？我想这个部分阮会照议员讲的，阮来研究，看要安怎来推动。会中议员嘛关心所争取南关线设立区域性的病院议案，对此市长回应：虽然目前树林医学中心并无意愿，但公立部分会用市府的力量来推动设立。目前已经编列规划费用。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今年迎接51周年校庆，学校特别打造一台智慧健康行动巡回车，要让学生会当亲入社区，提供各种健康促进的服务，也让学生会当累积实际经验。画面当中看到这台车，就是未来将要加入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智慧健康行动巡回车。这台开了将近200万的巡回车，内部将配备各种的检测仪器。未来华裔学生买当将因所学的导入这台车，更加亲入社区来服务。校方嘛选择51周年校庆举办启用仪式，现场热烈温馨。这一部车就开出去，其实它的用途就多了，因为接近社区，可以老人其实任何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检测。那当然我们又跟医院合作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我们当然在 AI 人工智慧给一些建议，我们再把这些资讯送给医院，那就或建议他跟医院来接触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主动出击了，而不是很多的问题健康其实守护真的守护健康要在社区啦，而不是在医院。我们现在把医院的某一些功能去拉到社区了，那这样应该我们的真正健康促进才能够做到。除了这台智慧健康巡回车以外，校方现在嘛建设了完善的健康分段平台，所有资料拢会当伫顶面看到，配合 App 买当轻松来掌握个人的身体状况。那我们把一些医学的检测设备都用 IoT 物联网，把它跟手机、跟电脑连线，那直接检测完，直接可以把这些数据送到电脑里面，就形成一个健康云。那在电脑里面，我们又建置了AI 那这 AI 可以判读，就是我们一般去检测都不会马上知道检测的数据，我们这个5秒之内就可以知道检测的数据，而且到底是有没有标准或过胖、过重或脂肪刚刚好那检测数据出来之后，又可以给运动处方，又可以给营养处方，可以说把AI 人工智慧IoT 现在这些最新的科技跟健康的这些设备呢，把它整合起来。透过巡回车搭配上分段平台，未来当更加方便来为社区的民众健康把关。同时，校方嘛持续扩大服务的范围，共同打造健康大台南。记者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
亮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成功大学中正堂于11月1号开始，连续4天举办宠物展。侪厂商拢推出优惠，而且阁准备真侪小礼物，要互大台南的宠物饲主来抢好康。现在饲宠物当作家己囡仔民众愈来愈侪，所以宠物不管食也是生活用品，拢相当的讲究。就业者为了互大台南民众会当一摆看到侪品牌，特别伫城大中正堂举办宠物展，这嘛是大台南第一摆来举办。伊和城大停场会当看到，除了侪民众以外，嘛有主人带厝内毛小孩做伙参加。除了试食业者的产品以外，嘛甲其他的毛小孩交流。其实云嘉南从来没有办过像宠物相关的宠物用品展，多半都办在北中南这样。然后云林嘉义台南，台南是第一次办这种活动，所以其实我想是累积了相当久的能量，所以像今天的人潮就有反映出来。然后像我们这次的活动特色，我们有跟一些流浪动物协会有爱心领养，然后我们的市政府的动保处有一些免费的疫苗施打，还有晶片的植入，还有跟那个中华医师的宠物美容科有配合免费基础美容，对，有做一些相关的活动在里面。那其实这个宠物展包括了很多像宠物用品啊、宠物饲料、手作零食。还有一些猫砂啊、玩具，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所以其实民众的有养宠物的饲主来参观的话，其实是会有很多的选择可以观看的。虽然开幕当天是上班日，不过民众也是相当的踊跃。业者为了吸引民众的眼光，嘛提出真侪优惠。民众除了来抢便宜，嘛有人是为了这古水的动物到场的。因为想说这边有很多可爱的狗狗可以看。然后还可以帮毛小孩补货。那有没有觉得真的是有比较便宜这样？有啊，便宜很多。我觉得逛起来就还蛮舒服的，然后动线都还蛮 OK， 然后产品也都非常的多这样。我现在就是目前会帮他看，因为他就是毛发就是还蛮多问题，所以我会帮他挑一下产品这样子。主办单位这摆嘛安排宠物大胃王甲宠物选美等好生活动，现场嘛安排免费的宠物美容甲义诊，同时嘛有教爱领养会，介意毛小孩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台南难得的宠物展。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到底囡仔几岁开始讲话？讲话程度安怎？一般无受过专业训练的父母，真歹去判断囡仔语言功能是毋是上过慢。就算有经验，嘛袂当确定敢有需要就医。台南病院生化分医医师就表示，父母只要感觉有无对同，就要赶紧就医评估。医生表示，时常听到父母烦恼讲囡仔2岁也袂晓讲话，遐是啥物拢用手比较有问题。迄个是囡仔3岁讲话也臭年代，敢有需要治疗？对此医生讲，虽然语言发展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不过也是当简单的观察甲评估。
那在我们的那个宝宝手册里面，其实都有简单的叙述。那只是有些比较有困难的问题是说，它比较模糊的时候，它好像有又好像没有。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简单的评估一下它的发展，它的未来性。那你要知道它的语言的发展未来性，大概就是从它的理解力，然后它学习新的词汇的速度。它一般来讲，它可能每个礼拜、每个月应该会有新的词汇从它的嘴巴里面冒出来。那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它就是一直停留在它原有的状况下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立即的就医。医生进一步表示，检查有一寡家长也是雾煞煞，唔知影到底是大只鸡问题，或者是骨骼发展的障碍。所以医生强调，只要感觉无对同，建议直接挂小儿科或者是复健科，然后需要得进一步评估治疗。他来看过医生之后，如果医生觉得有需要，就会帮他安排课程。那就算说他其实没有到那个太慢的程度的话，也是可以借由语言治疗师的帮助，去让他学习怎么样去带这个小孩，好让家长知道怎么样在家帮助他这样子。医生提醒以台南为例，目前语言治疗多数集中伫西边，东边则看嘛只有单病生化分院才有专业的医师，所以有需要评估囡仔，父母会当就近得到服务。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周隧道症候群经过暂顾治疗甲复健了后，是会当有效改善的。所以医生就呼吁，如果民众有类似的症状，就要提早就医。但是到底什么是周隧道症候群呢？咱做伙来了解。如果民众突然感觉尾里在甲小仔的麻会刺痛，甚至是手骨的酸痛，可能就是周隧道症候群。因为拢是手的麻，所以真侪民众可能认为是腕隧道症候群。简单的测验方式就是看家己该若用枕头啊夹条纸，还是用锁匙开门的动作。如果做袂到，可能就要赶紧就医检查。大家的腕隧道症候群跟轴隧道症候群表现出来都会觉得手会麻，但是手麻的位置，它们分布位置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一般腕隧道症候群的话，主要会分布在前面的大拇指、食指跟中指这个区带。那如果是轴隧道症候群的话，大部分会分布在无名指跟小指这边。那再来的话，就是腕隧道症候群的话，通常都是手腕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我们使用滑鼠的时候比较容易诱发，或者是骑机车的时候容易诱发，会觉得手没有力。那轴隧道症候群的话，一般就是可能会常常用到手肘的人，然后才会觉得说无名指跟小指没力。然后它其实主要症状就是会有一些你要开罐子这类啊，或者是转钥匙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没有力。那这个是一个临床上简单区分的方法，但是通常手麻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说还有颈椎的部分，所以其实还是建议要找一个医师评估一下，看到底是周边神经的问题，还是颈椎神经压迫的问题。这种症头如果比较较严重，可能就需要开刀，但如果提早发现，会当借着中医的针灸配合复健，得当有效来改善。一般的话，我们会建议搭配针灸跟复健治疗。那针灸的话，比如说腕隧道症候群的话，我们就会在手腕的部分，还有手就是桡神经走过的位置，正中神经走过的位置去做一些针灸治疗，比如说取大陵穴跟内关穴。然后还有加上就是在腕隧道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减压的治疗，那甚至有一些医师会使用一些比较像是针刀的做法，去帮助它松解，那就可以改善说不需要开刀的程度。那轴隧道的治疗的话，其实也类似，但是因为它们分布的地方不一样，那一个是以手肘为主，所以一般我们会用一些针灸或是针刀的部分在手肘这边做治疗，然后再沿着那个小肠肌的许穴去做治疗，然后再搭配一些复健的手法，那其实它的麻的症状就会改善很多了。医生嘛提醒，如果时常需要完成手骨工作，或者受不良姿势民众，都要多多注意。同时，40岁到60岁女性嘛比较较容易发生。医生嘛教民众会当透过简单的复健来改善轻微的症头，但医生呼吁，如果真无爽快，一定要就医检查。今日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这份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2度到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1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